Hello，大家好啊，歡迎又翻到嚟我哋呢個 channel 啦。話咁快又到第二條片啦，封面人物摩根羅渣士，相信咧其實好多球會咧都會等所屬嘅球員完咗個世界盃或者完晒比賽之後，佢哋先至會同佢哋傾嘅。因為其實就算國家嘅層面嚟講啦，國家隊層面都一定係唔會想球會喺佢哋喺世界盃期間咧有任何嘅球隊同佢哋傾究竟轉會嘅事嘅，會好影響到佢嘅心情啦，同埋令到佢哋專注唔能夠100%專注喺個比賽上面。咁呢排轉會市場咧，我相信最大嘅消息咧，或者最大嘅震撼彈咧，一定係我哋封面人物摩根羅渣士噶啦。咁其實我都好意想唔到嘅，我本人，因為本身同阿仙奴係傾得最埋啦，本身賠率方面咧都已經去到1賠2到噶啦，我冇記錯嘅話。咁點知突然之間咧就轉會就消息就話去咗車路士。我都擦一擦眼，我都唔係好敢相信。咁呢條片啦，會講一講佢嘅生平啦，講佢啱啱出道嘅時候踢嘅位置啦、踢法啦，會有少少數據咁，但係我自己本人對於做球員分析咧，其實就比較少睇數字啊，因為我覺得比賽內容咧先係一個衡量球員嘅最好或者叫做最真實嘅一個指標。好，摩根羅渣士啦，全名就叫 Morgan Elliot Rogers， 出生日期咧係02年嘅7月26號，23歲嘅啫。咁你可能有啲人就話：哇，23歲值億幾，車路士係咪又做水魚咧？咁呢個我轉頭會再着墨講多少少嘅。咁但係另一個角度睇，其實就係佢要咁後生先至值呢個價錢嘅。OK，出生地呢個地方我就唔知啦。身高187cm 啦，其實咧以一個進攻中場或者一個快翼嚟講啦，算幾高嘅，搶點同埋即係喺前面咧壓榨榨都做到嘢嘅。慣用腳係右腳啦，國籍英格蘭就唔使講噶啦，啱啱都代表咗英格蘭去踢埋個季軍戰。而本身個球會咧係亞士東維拉嘅，咁轉陣咗車路士啦。主要個位置喺進攻中場，亦都可以咧踢左翼同埋右翼嘅。咁我相信能夠兼顧前場，除咗前鋒冇咁好之外咧，能夠兼顧三路嘅踢法咧，其實沙比亞朗素可能都係需要呢樣嘢，因為大家都知道出晒名㗎啦，佢係踢三中堅嘅。咁究竟佢係踢兩個進攻中場喺前面踢兩個進攻中場，定係踢翼嘅踢法咧？未知。但係咧，不論踢邊種陣式都好，摩根羅渣士咧喺我哋車路士陣中咧，一定係能夠攞到正選嘅位置嘅。咁佢自己咧草根球會咧，其實就叫做 Halas Hawks， 咁我唔應該係咁讀啦。好少聽嘅，我自己就喺伯明翰郡族底下咧嘅一個青少年球隊嚟嘅。大概7至9歲啦，就加入咗呢個西布朗嘅青訓學院。由一開始咧，其實已經係踢前場噶啦。同其他某啲嘅球員唔同啦，其實有啲球員咧係由前面一路蹬踢到去後面嘅。譬如話踢翼嘅，踢得唔夠好，或者叫做handle 唔到前場轉守為攻嗰下咧，其實就要踢翻落嚟閘噶啦。其實踢閘咧係舒服過踢翼好多嘅。咁我自己本人都識啲朋友係咁樣啦，踢波嘅時候，即係因為你踢翼或者叫進攻球員，其實佢面對嘅壓力咧，你一持球嗰下咧，如果你第一腳做得唔好咧，其實已經俾人燉冬菇落去踢翻閘噶啦。摩根羅渣士就一直都踢前場嘅。早期咧，其實就以身形好啦、技術唔錯啦、推進能力強啦呢幾樣嘢見稱嘅。都知㗎啦。其實大家有睇佢踢波咧，都好多邊路嘅內切啦。其實最出名或者大家最印象深刻咧，我自己啦就係佢對曼聯嗰場。將對手一個好年輕嘅法國嘅中堅啦，約羅。Euro 啦就叫做玩弄當咗人哋係玩具咁樣。打到對面曼聯 fans 咧，其實都叫做即係有啲 PTSD 噶啦。好多邊路嘅內切啦，自己起腳啦，或者精彩嘅所謂直線球咧，其實就比較少啲，我覺得比較多咧係自己嘅個人發揮或者個人能力嚟嘅。之後佢就俾曼城收購啦，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嚟嘅。能夠俾即係英超叫做第一嘅球會曼城收購啦。嗰陣時同彭馬佢哋係同一批叫做U19
98咁樣一齊青訓嘅。咁啊都顯示咗其實佢就唔係嗰啲咩超級神童嚟㗎啦，即係唔係好似艾斯達維奧啊嗰啲球員咁樣能夠喺巴西咧哇好耀眼。或者如果真係講到超級球星尼馬啊嗰啲就絕對唔係，咁但係叫做穩步向上啦。其實我哋車路士而家咧，所謂耀眼嘅球星咧，你唔計基滕斯啦，艾斯達維有一個，咁進攻球員嚟講咧，其實夠噶啦，即係唔需要話，因為始終我哋而家首要嘅目標係起碼攞翻個歐聯席位先，咁所以變相亦都睇到沙比嚟咗之後咧，球會嘅高層係開始肯買一啲能夠 proven 過自己嘅球員啦，或者叫做唔好淨係一味喺度抽獎買球員喺度抽獎，咁所以變相睇得出佢其實成個成長曲線咧係穩步向上嘅，算係幾 consistent 嘅。咁啊早期嘅時候咧已經顯示咗佢足球嘅智商同埋比較成熟嘅踢法㗎啦。咁啊，唯一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同爬馬嘅屬性太過類近呢？咁啊，一陣我會再着墨講多少少嘅。之後講一講摩根羅渣士佢嘅家庭背景啦。咁啊，媽咪就叫做 Deborah Rogers， 有牙買加嘅血統嘅。咁啊，父親就叫 Howard Rogers 啦。英國人嚟嘅，咁啊消防員，咁亦都特登 check 咗噶啦，因為本身咧就睇到佢爹哋成日都同摩根羅渣士成日喺屋企睇比賽啦，分析下啲球賽啦，咁一開始睇落，會唔會爹哋都係足球員啊？唔係，咁啊 fact check 咗係一個消防員，咁所以變相屋企咧就唔係話啲咩好有錢嘅家庭，中產啊，咁啊。好慶幸或者叫做摩根羅渣士咧，其實佢自己本人咧喺好多次嘅訪問都有講到，就係話屋企人咧俾到佢嘅好大嘅支持嘅，更加重要嘅咧係冇加任何嘅壓力俾佢，咁啊鼓勵佢享受同埋投入足球啦。咁亦都可能因為佢本身天分未去到話神童級數啦，咁所以變相都係每一步都係要好努力咁樣去捱過去爭取翻嚟嘅，咁啊。中產家庭，但係好支持 Morgan Rogers 去追夢。咁我相信屋企人咧係佢喺能夠穩步向上嘅呢個 process 呢個過程度咧，都佔咗一個好大嘅叫做功分啦、位置啦。私生活都講少少啦，因為其實費 Sir 即係曼聯嘅嗰個傳奇嘅領隊咧，亦都曾經講過就係話，佢揀球員咧，或者佢比較偏向一啲私生活穩定嘅球員嘅，即係因為佢想嗰啲去突揮下嘅球員。專心踢波就係踢波，就唔好搞太多嘅私生活。即係如果好似尼馬啊呢啲比較玩世不恭嘅一啲球員咧，可能佢就唔會揀啦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能夠一心一意專心足球嘅，一定係會好過好多嘅 distractions 啦，係咪？咁啊25年就同嗰個 Love Island 嘅叫個明星啦，Lea Taylor 一齊拍拖嘅。咁啊其實係俾人影到相嘅啫，其實 Morgan Rogers 咧，佢自己就偏向比較低調啲嘅，就好少公開私生活嘅。即係你睇佢 Instagram 咧，其實就冇話去玩啊、去剩嘅。其實之前都一直係只係 post 佢就喺亞士東維拉啦，而最近去咗踢世界盃就 post 喺英格蘭訓練嘅一啲片段啦，就完全冇 post 去任何譬如話去玩啦、其他額外嘅嘢，基本上全部清一色。都係世界盃，都係訓練，都係關於球賽嘅事情同埋 post。相反，佢嘅前女友啦，而家係前女友啦，咁啊 post 咗幾張相，咁就俾啲 social media 嘅其他叫做報導周到佢啦，咁啊而家已經分咗手噶啦。咁其實 Lea 啦，佢自己表示咧分手嘅決定咧係因為信任崩潰，即係提及到咧喺個 podcast 度就提及過，就話懷疑咧係被出軌嘅，即係都講到明顯嘅啦。咁啊 Morgan Rogers 自己就冇回應嘅。咁我自己就對於呢啲新聞就50-50啦，即係 Morgan Rogers 自己亦都係好我唔知叫做情商高啊，定係真係自己做咗虧心事就
費事回應咁樣啦。咁但係不論點都好啦，其實即係如果係有出軌啊、有信任呢啲問題咧，其實當然佢對於佢自己一個人嘅誠信嚟講咧，係會有質疑嘅。咁但係希望佢就唔好俾呢一啲嘢影響到佢球場嘅表現啦。我相信都冇嘅。即係暫時以佢喺亞士東維拉上一季嘅表現，未算話好高產效，咁但係叫做即係踢法上啊，或者起碼冇 drop 得好勁。之後啦，曼城之前同埋曼城之後咧，其實係一個分水嶺嘅。咁啊，21年之後咧，佢就喺曼城俾人外借到去Lincoln City 啦，係英甲嘅。咁啊，25場聯賽咧就攞咗6球入球啦，同埋4個助攻。唔算話特別好，咁但係叫做出去真係喺啲球會度踢比賽試練下啦。淨係 miss 咗一場比賽嘅啫，喺嗰一季嗰度打咗呢個升班嘅附加賽啦，最後決賽咧係輸咗俾黑池嘅。咁啊，唔算話好突出啦，即係個產效唔係話咩10幾球、10幾助攻啊咁樣，未去到話咩降維打擊咁樣。咁但係都算係一個紮實嘅球員。21-22年去外借咗去班尼茅夫，咁啊14場比賽咧，淨係得1個入球嘅啫。然後去到23年嘅前半季啦，外借翻去黑池，咁啊20場比賽咧都係得1個入球嘅啫。其實你睇戰績或者叫做睇呢個數字咧，係都幾曳嘅，即係完全你係唔會覺得喺3-4年之後咧，佢會成為一個1億或者叫做甚至係英格蘭破轉會紀錄嘅一個球員嚟嘅，你睇唔到你有呢個走勢。然之後23年啦，就以1.5 million嘅轉會費加盟米杜士堡嘅。咁啊，當時嘅米杜士堡咧，其實係卡域克做領隊，即係而家嘅曼聯啊 ，Michael Carrick 去做領隊嘅。咁啊，聯賽26場比賽啦，2個入球，6個助攻。杯賽咧就6場比賽就5個入球2個助攻嘅，平均嘅每場嘅 rating 啦係7.7，其實咧就係一個幾高嘅分數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平均以上嘅球員啦，可能係進攻球員，其實可能係7.2咁樣，咁但係佢7.7咧，其實係一個算係幾高嘅 rating 嚟嘅。早期比賽數據咧唔係好突出嘅，咁但係就都係嗰句啦 ，consistent。卡域克甚至嗰時講到咧，就係話佢特別提到佢對伯明翰嘅時候咧，89分鐘咧係駐殺咗嘅，就係幫佢當時嘅米杜士堡咧係晉咗級，就至關重要啦。然之後咧，米杜士堡征戰咗大概好似一季之後咧，其實就已經係以9.4 million嘅轉會費咧，係轉咗去亞士東維拉㗎啦。咁喺亞士東維拉咧就效力咗3個球季，23-24啦，11場比賽3個入球1個助攻，然後去到24-25就37場比賽8個入球10個助攻。啱啱上個球季25場比賽8個入球5個助攻，其實咧你睇翻佢數字咧，真係冇話任何一季咧係話10幾球入球10幾個助，或者可能10幾個入球，然後700個助攻冇嘅，即係你睇得出佢嗰種踢法唔係話真係啲入球機會，或者可能應該咁講啦，入球機會咧未必去晒佢嗰度，咁但係佢每一次嘅入球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冇話每一次啦嚇，有啲入球咧係可以好重要奠定比賽嘅入球嚟嘅，再加埋亞士東維拉嘅踢法啦，佢哋唔係話踢好主控嘅比賽球 system 嚟嘅，變相好多時摩根羅渣士去入球咧係自己爭取翻嚟啦，或者佢去到一啲關鍵嘅位置 final third 嘅時候咧，佢嘅起腳咧係可以唔使話太多嘅準備動作，對約羅嗰球又就係咁樣咯，咁所以變相防守球員咧，因為你冇太大拉弓嗰下動作咧，其實防守球員係好難知道邊一下或者邊一個位要落腳去閘你個射門嘅。咁呢一啲球員嘅或者可能叫半怪腳啦，就我哋車路士暫時可能係真係需要呢一種屬性嘅球員嘅。
整體數據唔算好啦，但係咧，其實你有睇佢比賽咧，都知道佢嘅比賽內容咧係更勝數據嘅，即係因為佢喺亞士東維拉，其實除咗屈堅斯之外啦，我相信佢嘅名氣咧，算係最大噶啦，甚至更加勝過屈堅斯添。咁所以變相當之前嘅比賽或者叫做亞士東維拉，你有睇佢比賽咧，一定係會留意或者着墨於喺摩根羅渣士嗰度嘅。咁主要艾美利咧，維拉嘅領隊啦，主要係用佢嚟做內鋒或者10號位嘅。咁主要做嘅進攻方面咧，就前場嘅 ball carries 啦，做啲 final pass 啦，final shooting 咁樣。咁嚟到車路士嘅體系咧，一陣會再講多少少，但係其實做嘅嘢咧都係一樣嘅啫。咁所以面上就睇下沙比亞羅素咧能唔能夠喺佢個系統度咧完美咁樣去即係等摩根羅渣士咧去匹配或者叫做偷偷冚做到系統要做嘅嘢啦。接下來都講少少呢啲場外嘅花邊啦，因為我自己都有睇下余文傑去做嘅每一條片嘅，咁因為佢阿仙奴 fans 啦，本身佢都有提到就係話本身咧自己或者叫做阿迪達係好想買到呢一位球員嘅，但係就唔想以太多嘅日價去買任何球員，呢個係佢可能喺轉會市場做嘅一個宗旨或者指標，咁所以變相就一直等，咁點知突然間咧，我哋車路士咧就殺咗出嚟，做咗個hijack 咗呢個transfer 嘅，咁我自己其實都真係幾震驚，因為冇諗過車路士其實兩方面啦，一嚟冇諗過佢唔好揀阿仙奴而揀車路士，二嚟亦都冇諗到車路士會用一個咁高昂嘅轉會費咧去買進攻球員嘅，因為其實我哋陣中咧有好多個球員㗎啦，即係艾斯達維奧，然後基滕斯亦然喺度，祖奧柏度，然後 Nicholas Jackson 亦都會翻嚟，彭馬唔使講啦，咁所以其實仲有利圖添，咁我哋單線作戰嚟嘅啫。即係你唔好計嗰啲牛仔杯其他杯賽啦，我哋單線作戰嚟講咧，咁多嘅進攻球員喺前面咧塞晒車㗎，即係你用1.1億去買呢一位球員，你冇可能將佢擺 bench 啦，我相信。咁所以面上佢一定佔一席位㗎啦。咁彭馬上季表現麻麻地，你可以話佢 groin injury 影響咗佢。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專業球員或者叫做即係。如果係因為咁樣而影響佢嘅發揮咧，我自己對佢會有啲失望啦。咁但係彭馬你都好難唔擺去做正選嘅，即係如果佢係健康fit 嘅話，咁得翻前鋒一個位，我相信亦都係擺咗喺度啦。咁另外嗰4個其實你已經係可以想象到長期都係 bench 噶啦。咁沙比點樣去安排嗰個出場時間咧，係一個好大嘅難關嚟嘅。即係利圖佢係葡萄牙嘅正選國腳，Nicholas Jackson 本身都有少少脾氣嘅。咁點樣去安排時間咧？我係佢都覺得個更衣室咧前場嚟講咧係幾難搞啊。咁再加埋阿仙奴啦，本身上季啱啱嗰季嘅啫。攞咗個 fucking champ， 然後歐聯已經係唔知第幾次咧入咗去4強嘅比賽噶啦，咁所以變相點解摩根羅渣士會唔揀阿仙奴而搞嚟車路士咧？其實我相信啦，有機會可能係名宿沙比嘅效應啦，亦都係畫咗好多個大餅噶啦。位置方面正選一定係俾咗佢啦。再加埋可能因為其實同彭馬咧，佢都真係兩個幾 friend 嘅，即係接近 friend 過打 pen 咁滯㗎啦。即係彭馬亦都當官宣咗之後咧，亦都第一時間出 post 就係話能夠同自己one of the best friend 去一齊踢波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咁Rogers 自己亦都做過呢個Cole 嘅嗰個 celebration 嘅嗰個慶祝手勢。咁所以變相你可想而知，佢哋兩個係好 friend 㗎啦。咁亦會唔會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因素咧？我相信會係嘅。
之後講一講轉會費方面啦，其實佢現時身價咧都已經係去到90 mil 嘅英鎊噶啦，咁我哋用英鎊去計啦。轉會費咧就117 mil，咁日價咧其實就27 mil 度啦。咁我自己覺得唔算話俾得貴好多嘅，因為你睇下安達臣啊，所有其他。即係轉會去大球會嘅球員咧，都一定有少少日價噶啦。咁但係我哋車路士嗱，點解仲可以俾得出呢筆費用嘅咧？就係令我一個好費解或者不解嘅一個點嚟嘅。咁2年時間由15 mil 去到117 mil咧，阿士東維拉真係爽賺一波噶啦呢個。車路士同埋英格蘭咧，史上最貴身價嘅球員嚟嘅，摩根羅渣士。安素就早幾季就106 mil 啦，早4季嘅啫。咁卡斯道115 mil 啦，然之後咧就第3名其實已經去到勒卡卡噶啦，就97 mil。咁咧英超歷史咧嚟講，摩根羅渣士幾個轉會費咧其實就排第2嘅啫。咁第一係邊個咧？就係利物浦。上年以130 mil咧。去買咗伊薩克嘅，咁我相信利物浦球迷對於呢一個轉會都會有啲投訴噶啦。即係如果你唔係用130 mil，你可能用100 mil 樓下嘅，或者100 mil 啦，買到伊薩克咧，我相信佢哋都冇咁抌春嘅。咁再加埋佢上一季有傷病啦，咁所以變相能夠做到嘅表現的確好有限。咁呢個轉會咧都算係。唔算成功啦，我唔敢講失敗，因為佢都係踢咗一個球季啫。咁伊薩克咧，其實係你睇佢喺瑞典嘅發揮咧，其實又幾好㗎喎，即係佢能夠做到單兵啦，亦都做到串聯啦。咁會唔會係Ancelotti 去揾唔到伊薩克嘅說明書咧，或者嚟緊呢個球季佢喺 top fit 嘅時候會大爆發咧，係嘛？唔知道，希望係啦。然之後今年咧。116 mil 安達臣就去咗曼城啦，呢位球員中場沃斯116 mil 去利記嘅，咁我哋咧係117 mil 嘅，啱啱好多 mil，咁所以就英超歷史嚟講咧，轉會費排第2啦。咁貴究竟值唔值咧？咁我相信呢個即係能夠講到話英超歷史第2轉會費嘅車路士，我哋球隊。Transfer history 第1嘅呢位球員，其實大家都一定會 ring a bell 去諗呢個問題㗎啦。窄位推進啦，其實佢個人咧係有一手嘅，咁但係即係你話佢係咪去到技術好細膩咧？我自己覺得唔係啊。咁有 magic moment，但係唔多。咁其實同彭馬嗰個屬性或者叫做嗰個，甚至交出嚟嘅比賽內容啊，我自己都覺得係。幾類近嘅，即係譬如話好似對列斯聯先追平然後入罰球絕殺啦，兩個入球咧都係佢包辦嘅嗰場比賽。有佢對熱刺嘅 last minute 嘅入球啦，幫阿士東維拉係絕殺咗場比賽。咁嗰一場咧，佢全場比賽咧都攞晒焦點嘅，踢得最好嘅係佢噶啦。咁貴值唔值咧？我自己覺得暫時嚟講啦。呢個價錢可能貴咗少少啦，咁但係都差唔多啊！即係你要講8000萬同9000萬，唔係爭好遠。因為你望下，一嚟佢係英超青訓啦，咁所以變相喺英超球會嚟講咧，都會貴多少少嘅。咁另外佢而家年紀咧23歲嘅啫，唔算話即係其實仲係一個好年輕，亦都係最當打嘅時候嚟嘅。咁再加埋佢有少少 magic moment 啦，再可能喺其他體系下咧，佢能夠有更高產效嘅表現嘅。唔好淨係睇數字啦，我哋有時候睇波，睇佢喺比賽場上嘅演出咧，8000萬至9000萬咧，我自己個人係覺得係值嘅。但係個問題係車路士係咪真係要呢個 moment 去用咁高嘅價錢去買一個球員咧？咁呢個反而係個問題咯。摩根羅渣士值9000萬咧，其實最主要咧，車路士點解會買呢個球員咧？佢算係喺英超證明過自己啦。有一定亦都唔係好高，即係未係好高嘅產效。
咁佢踢翼再加埋阿士東維拉，可能即係嗰種唔係主控嘅踢法嚟講咧，佢哋嘅入球咧係幾分散嘅。咁啊，望一望 Top 10嘅英超轉會咧，有4個都係車路士嘅，阿摩根羅渣士啦、安素啦、卡斯道啦、盧卡古啦，盧卡古都係啱啱可以挨喺第10名啊。沙比嚟到咧，其實你見到佢頭先亦都講到啦，好肯或者叫做比以前咧更加肯去買啲有經驗嘅球員，或者叫做英超 proven 嘅球員即插即用嗰啲啦。咁我相信佢，你能夠睇得出佢同埋體育老師羅辛尼亞嘅一啲唔同嘅待遇噶啦，即係或者叫做同上一個啦，光頭佬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 manager 同埋 coach 嗰方面。咁所以變相希望佢喺更衣室或者叫做喺轉會方面咧，係真係能夠有一定嘅影響力，能夠買到佢自己想要嘅球員。因為就好似 FM 咁樣，你玩 FM， 如果每一次你想買人都係高層決定嘅，高層安排落嚟嘅人，然後同你講話，我嘅球會方針係咁噶啦，我哋係要買啲抽獎球員嘅，我哋係要抽獎嘅，博中一個，我哋咪可以10倍價錢放翻出去咯，博唔中嘅，我哋有外借或者叫做用財技去掩蓋咗呢個 loss。咁如果你係個 manager 嘅，你都會覺得好難玩啦。咁所以面上，我希望今次沙比嚟到真係或者叫做上一季嘅教訓，真係可以印到喺高層嗰度，然後今季可以俾到少少嘢我哋睇。單線作戰嘅啫，我相信攞到歐戰席位咧係必須噶啦。以車路士呢一個球會嚟講，摩根羅渣士啦，就算 even 沙比嗰個 system 未係話好完善，或者球員未係好 adapt 到，你擺摩根羅渣士出嚟咧，佢都可以同你單兵作戰嘅，算係可以即用嘅球員嚟噶啦。咁但係 overall 嚟講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太同意呢單 deal 嘅，即係當然興奮就梗㗎啦，因為你話晒都英超史上 top 2嘅 transfer， 咁但係我哋係單線作戰啦，人亦都好多，價錢亦都係好貴嘅，咁係咪真係呢個時候需要買咁貴嘅球員咧？呢個係我覺得最詬病嘅問題啦，即係我唔知大家點睇，大家都可以一齊討論下。車路士嘅體系其實好多人都已經講緊我哋右邊呢一張圖啦，就係我哋嚟緊嘅正選11人啦。睇落其實就幾靚仔㗎，即係我哋買埋嗰個係咪 Lacrosse 啊？法國嘅中堅啦，咁佢係後備嚟嘅，咁但係世界盃嚟講咧，我印象中佢都後備落咗場2場，因為沙列巴佢背部有傷啦。咁打3中堅嚟講咧 ，James 係其中一個，然後高維能夠出翻嚟踢㗎啦 ，fit 㗎啦。咁唯一呢條嘅3中堅嘅防線咧，唯一一個問題就係 James 能唔能夠踢到全季嘅啫，我相信有90%係做唔到嘅。咁即係你要有一個替補中堅啦，然後3、4、2、1嗰4個所謂嘅中場啦。咁新嚟嘅意大利球員啦，卡斯道啦，費蘭迪斯啦，昆達啦。咁呢一條線即係再講一講安素呢個問題咧，其實我覺得大家有少少 overheat 嘅，即係當然佢喺決賽嘅嗰個表現或者叫做攞咗紅牌啦，佢係真係個人好容易上頭嘅，即係你睇車路士嘅比賽就知啊。你可以話佢上頭，好聽少少咧，你可以話佢熱血或者叫做為球隊拼搏。咁現階段嚟講啦，我就唔想做太多嘅擺太多意見落去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有人係肯用即係100秒1億去接佢嘅話咧，其實我係唔介意放走佢嘅。咁前場就會係摩根羅渣士同埋爬馬啦。咁呢一個係講緊踢2個進攻中場，2個雙10號位嘅一個踢法。然後前鋒咧就會係祖奧柏度。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我最中意嘅艾斯達維奧 Estevao 咧，喺呢一個陣中咧係冇任何位置可以搶到嘅，即係除非佢轉型啦，踢過可能右中場或者叫做係咪叫右
右邊嘅進攻左閘啊，右邊嘅進攻閘位。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要同帕馬同埋 Rogers 去搶。咁啊1.17億去買翻嚟咧，你好難一開始擺去正選嘅。咁帕馬亦都係即係所謂嘅車路士嘅一個半門面啦，你又好難擺喎。咁所以面上佢基本上 Esteva 係冇可能搶到嘅。咁但係 Esteva 喺邊路嘅突破能力咧係有嘅。咁就好睇沙比奧朗索究竟點樣去做平衡啦。雖然咧我頭先就講到就係話即係我唔係太同意呢單 deal 啦，主要係因為我哋而家單線同埋嗰個人腳上嘅分配同埋財政上嘅方面啦。咁但係公道嚟講咧，其實Morgan Rogers 咧係會幾適合過往沙比嘅 system 嘅，即係我都 expect 佢嚟到都係用翻佢嗰套三中堅嘅 system 啦。3-4-2-1無球嘅時候咧，好講求呢個分區嘅壓迫嘅。咁唔係講緊話喺前場永遠都做前場壓迫，沙比唔係嘅，即係可能都係睇住嚟食啦。去到某啲位可能入到過咗中場線咧，做嗰個突然間個逼搶咧 ，Rogers 咧其實我相信喺呢方面係做到個協防嘅作用嘅，亦都幾大添。咁上季可能下半季嘅爬馬啦，其實我哋都見到佢幾勤力嘅，即係因為可能知道自己嗰個英格蘭嗰個位置有學不保啦，咁所以面上就好勤力去做防守。但係就算 even 佢好勤力都好啦，都唔夠平時嘅 Rogers 嘅。咁所以變相我相信呢個就係沙比點解會想揀摩根羅渣士嘅原因，就係早個拍度喺防守逼搶方面咧有做嘅，但係唔係話最 top 嗰種進攻球員嘅逼搶。咁反而羅渣士咧就可以彌補到佢哋兩個喺逼搶方面或者協防方面冇咁勤力或者冇咁好嘅一個空缺啦。然後打直接反擊啦，因為沙比咧佢唔係淨係一味就話要做控球或者一味係打防反嘅，佢係有少少中間好考球員嘅嗰個默契啦，嗰個攞節奏啦，同埋嗰個球商嘅。有時打直接反擊啦，就唔止係彭馬可以做持球點啦，Morgan Rogers 亦都可以做持球點，因為的確嘅，如果你呢個位擺 Esteva 或者擺利圖啦 ，even 擺利圖都好啦，佢哋嗰個球商或者嗰個成熟程度、攞節奏嗰個感覺咧，係冇 Morgan Rogers 咁好嘅。咁所以變相喺呢方面打直接反擊咧，佢係能夠有能力去 carry 個波上前，適當嘅時候就做進攻，適當嘅如果要做防守或者叫做想揼慢少少個波咧，佢亦都係做到嘅。喺攻防線之間拎波轉身啦，呢個亦都係彭馬嘅。即係算係一個看家本領或者叫做佢要做嘅工作嚟啦，喺過往車路士陣中，因為能夠做到喺攻防線之間轉身嘅咧，彭馬係比較有膽識去做呢樣嘢。當然佢嘅其中一個職責都係咁啦。咁但係佢係有能力先做到嘅彭馬。Morgan Rogers 亦都能夠。咁所以變相會唔會係因為彭馬上季嘅表現唔係太突出，令到沙比唔敢將佢作為唯一一個主力，所以就變相要買 Morgan Rogers 去變咗有雙持球點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嘅影響嘅。咁所以變相雖然我係好中意 Esteva 啦，亦都好想真係見到佢有多啲嘅出陣上陣機會嘅，即係車路士嘅當地嘅球迷亦都好中意佢。咁但係冇辦法，如果係呢個體系嚟講咧，佢踢一個 CAM 啦，雙10號位其中一個嚟講咧，佢係未夠成熟去做到沙比系統所需要嘅嘢嘅。大家都會喺度諗，或者叫做車路士嘅球迷咧，一定會諗就係你買多個同彭馬相撞嘅球員，屬性好似嘅球員，究竟有咩用咧？咁頭先都講過啦，雖然屬性好似，但係如果佢哋兩個一齊踢個10號位咧，屬性相似就即係呢個係一個幾自然嘅事啦。即係因為你大家踢個位都同一個位嚟噶嘛。反而咧其實值得提
嘅一點咧，就係彭馬嘅傳球咧係比較，我自己覺得係比較毒少少，或者叫做比較刁鑽少少啦。當佢 top fit 嘅時候，反而 Rogers 咧，Morgan Rogers 咧，可能係自己帶波啊，然後喺啲叫做 unexpected 嘅位去做射門啦，final third 咧就會比較 consistent 少少，因為上季我哋都 we have seen enough 噶啦，就係彭馬喺唔 top fit 嘅時候咧，好多嘅lost possession 啦，然後做嘅決定亦都做得唔好啦，對比起佢早2-3季咧，嗰個 top fit 嘅 decision making 咧係爭好遠嘅，咁所以面上一個可能會比較叫做靈性多少少啦，彭馬就係，但係摩根羅渣士咧就會係一個比較 consistent 嘅球員，即係你可以 expect 到佢下季如果能夠匹配到沙比車路士嘅體系咧，佢都係能夠有10球啊，然後可能6-7個助攻啊咁樣，咁但係彭馬好 fit 嘅時候，可能就有10幾球嘅入球咯。最後都講講佢喺世界盃嘅表現啦，即係因為呢個世界盃咧，其實完咗咧，我都係有少少失落嘅，即係好似有啲空洞嘅感覺。我呢邊係加拿大時間啦，咁啊逢係3點、6點、9點或者有時候4點、7點、10點咁樣咧，都會有比賽嘅。咁而家冇啦，咁啊呢屆世界盃其實我自己係都幾享受嘅，即係當然你可以話有啲嘅戲碼唔係特別精彩啦。咁但係有啲嘅小國，譬如好似佛德國咁樣，當然嗰個龍門我唔係好記得佢咩名啦，唔好意思。當然個龍門可能未必可以睇到職業啦。而家有傳就係話Inter Miami 想簽佢啦。咁但係我相信個 marketing 個作用係大過佢喺球場上俾到嘅作用嘅。即係好似佛德國呢啲嘅球隊國家隊。可能佢踢完場世界盃咧，都冇話有啲咩特別嘅球隊會真係 offer 嗰份好好嘅 contract 俾佢哋嘅。咁但係起碼令到全世界嘅人能夠將暫時嘅焦點擺喺佢哋度，咁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已經係無上嘅光榮嚟㗎。再加埋亦都有好多 news 講到話網上 search 佛德國去旅行嗰個searching rate 咧係高咗成幾千 percent 嘅。咁對佢哋嘅國家嚟講，即係當然啦，有機會可能太多嘅人去旅行會影響到當地人啦。咁但係起碼喺經濟上方面咧，對佢哋嚟講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多咗國家參戰有好有唔好啦。對於球迷嚟講，可能話多咗比賽，或者有啲比賽可能係嗰個可觀性、可想性、觀賞性冇咁高。咁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會令到一啲本身冇機會嘅球員咧，攞到一啲嘅機會啦。咁摩根羅渣士喺世界盃啦7場比賽，其實得3場係正選嘅啫。咁349分鐘，淨係得1個助攻嘅啫。咁特別要講嘅咧，其實就講季軍戰。佢正選嚟嘅，但係有6個入球啦。嗰場就對法國6-4啦。最後比寧咸幾個係入球啦，係好靚嘅，即係嗰球佢一路推到禁區，做個假身假射嘅動作 fit 咗，然後射個遠處入波。但係6個入球咧都唔關 Morgan Rogers 事喎，即係講緊係連助攻都冇佢份。其實唔單止嗰場噶啦，即係雖然佢上一場啦，講緊對阿根廷咧交咗球，算係幾靚嘅助攻，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佢就表現真係冇乜嘅，即係佢喺阿士東維拉嗰種單兵啦，嗰種好自然舒服嘅推波過人啦，佢係冇嘅。咁我相信呢個有機會係同嗰個即係英格蘭嗰個踢波有時算比較保守嘅 system 有關係啦。咁但係23歲仔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咧，可能係有比較有壓力嘅。咁呢個我覺得會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喺前場 rating 嚟講咧，佢真係算最低分㗎啦。咁所以面上比賽內容冇乜亮點啦。呢個亦都唔關數唔數據事啊。你有睇佢比賽咧，其實都知道佢係經常隱形㗎，即係你就算 even 聽呢個評述咧，都冇乜點講過佢個名。可能協防咧，佢會做得多啲嘅。咁但係你即係始終係一個進攻球員啦，你好難講話佢即係用防守去衡量一個進攻球員。你可以衡量，但係唔係一個最大嘅 factor 咯。咁所以面上喺世界盃表現咧，佢係真係幾令人失望，或者比較失色嘅。咁但係希望佢去到車路士嘅體系，或者叫做翻球會嗰度咧，踢到個表現啦。
最後啦，Morgan Rogers 其實整體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球員嚟嘅。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毋庸置疑㗎啦。即係雖然我就話question 呢一個嘅呢一單 deal，咁但係佢能夠嚟到車路士咧，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啊，進攻做到持球點啦，防守方面亦都好勤力嘅，即係跑上跑落，佢嗰個 work rate 咧，我相信喺前場一定係最高㗎啦。咁啊，另外亦都最大嘅一個賣點啦，或者叫做一個特性咧，就係佢喺英超 proven。因為早幾年嘅轉會咧，我哋都係抽獎。咁今年反而我哋能夠買到一個英超 proven 嘅球員咧，我覺得係一個起碼喺能夠睇得出高層有一定程度嘅讓步啦，即係知道車路士要贏波啦。咁樣，咁啊，但個問題最後就係沙比能唔能夠揾到說明書咧？即係雖然話佢係一種編織插職用嘅球員，你擺佢出嚟，去防守做到嘢俾你，進攻做到嘢俾你 consistent 嘅。咁但係考驗一個領隊咧，其實就唔係講緊去將一個1億球員用到1億嘅價值，而係將一個高強嘅領隊或者叫做深思熟慮，能夠將系統發揮到極致嘅領隊咧，係可以將2000萬嘅球員打造到8000萬嘅價值，或者可以將1億嘅球員做到1.5億嘅價值。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合格嘅表現咯，或者叫做出色嘅表現咯。咁啊，同埋最後就係球員嘅出場時間啦，即係可唔可以俾我見到下艾斯達維奧咧下季？即係如果你 front three 坐到咁正嘅時候，咁其他進攻球員即使係咪再努力都冇一個上陣嘅機會咧，咁樣會唔會令到佢哋本撇咧？上季嘅艾斯達維奧咧，我就覺得唔會嘅，即係你睇佢呢個後生仔僆仔好勤力嘅，即係就算 even 即係當然有時都會有啲上頭啦，咁但係上頭代表重視比賽啫。亦都罰咗佢，就係嗰陣時佢攞咗張紅牌之後咧，就罰咗佢有幾場冇得出嘅。咁之後佢就表現就成熟翻好多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後生仔，佢係需要上陣機會去 train 自己，亦都要俾佢去證明自己嘅。即係所以變相呢個就係沙比其中一個大問題啦。即係球隊中好球員係唔缺乏㗎啦。咁但係點樣用好佢，同埋點樣能夠安排佢哋嘅出場時間咧？呢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啦。咁啊，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咁我把聲咧，其實應該係有少少鼻塞咁樣嘅，即係我希望唔會太影響嗰個觀感，或者聽起上嚟唔會話太肉酸啦。咁啊，下條片咧就會講一講沙比啦，因為其實沙比嚟到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我希望係一個轉捩點啦，即係由衰轉成啦。都係一個 potential 嘅轉捩點嚟嘅。咁但係我哋前兩條片就講咗兩個嘅球員嘅轉會，咁相信嚟緊呢條片咧，下條片就會講沙比噶啦，咁講一講佢嘅體系啦，講一講佢嘅用法啦，同埋講一講究竟陣中嘅球員能唔能夠做到去 system 需要嘅嘢，就係咁樣，好冇？Thank you 大家，多謝，拜拜。